歡迎收聽轉念之間，我係阿賢。瑪雅曆法講，未來2年係銀河紅月年，宇宙之水嘅洗滌之年，舊情緒浮上嚟，舊傷口隱隱作痛，舊人舊事翻嚟敲門。你以為自己倒退咗？唔係，係宇宙幫你大掃除。佛陀講無常，情緒無常，關係無常，身體無常，但我哋死揸住唔放，個心就淤塞。紅月能量就係一場大雨，將你心入邊堆積咗嘅泥沙沖出嚟。維摩詰經話：隨其心靜，則佛土靜。心呢條河沖走淤塞，先會恢復清澈，係會唔舒服嘅，但係沖走咗，先可以輕裝上路。佛法叫呢個做業力清洗，唔係懲罰，而係你過往種下嘅種子，因緣成熟，加速顯現。等你快啲清舊債，情緒被觸發，舊人舊夢翻嚟，避無可避。呢啲全部都係宇宙嘅慈悲，唔係要傷害你，而係俾機會你徹底放低茶杯斟滿，就倒咗佢，心裝滿舊痛，就釋放咗佢。面對呢2年，3個提點：第一，觀水，沖涼嗰陣觀賞水流由頭頂落，經過全身，帶走疲憊同負能量，由腳底流走。飲水嗰陣，心入面默念：願我以清淨心面對一切因緣。第二，允許流淚，眼淚唔係軟弱，係最深嘅慈悲。每一滴眼淚都帶走你唔再需要背負嘅重擔。第三，放下控制。金剛經話：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唔好死揸住計劃同期望，順住水流，俾你死命掙扎，去得更遠。記住，煩惱即菩提。紅月年翻攪出嚟嘅情緒同舊傷，全部都係你修行嘅材料。正如蓮花出於污泥，你嘅智慧同慈悲亦會喺呢場洗滌之中慢慢綻放。洗滌過後，心就會清，心清咗之後，路就會明。願你如水般柔軟、清澈自在，隨緣而流，安住當下。我係阿賢，感恩聆聽，轉念之間，下集再見。